文偉同學，你係遲入嚟嘅隊員嚟嘅，即係我開頭佢哋入嘅時候，你係屬於遲嗰批即係入嚟嘅隊員。但係你入到嚟，我嘅印象好深刻嘅，對於文偉你嘅。點解咧？因為你係一個體能好好嘅後衞嚟嘅，我發現。你體能好嘅意思係你嗰個投入度係最強嘅，特別落到籃球場裏邊。你最願意走位啦，你最願意喐動啦，你介意走多位啦。你嘅控球能力都幾好嘅，你都係善射嘅。同埋咧，我發現你係好肯用腦打波嘅。不過有陣時就仍然係幼嫩咯，啲波係。譬如上次 DB 就講，我個睇打 DBS 睇到啦，係嘛？係幼嫩嘅啲波係，即係你應該係好穩陣攞到個波，你攞唔到啦，係嘛？而有啲好大意嘅錯誤啦，即係未係好穩定嘅球員。我希望你留意，我唔知我第一次睇你我就覺得你好，你嘅打法好似 Uncle Drew， 你知邊個 Uncle Drew？ 嘅 KPI。咁當然啦。你可以朝個方向發展嘅，即係我覺得你要作為一個，你有兩個位置好適合嘅，一係就控球後衞，一係得分後衞。控球後衞、得分後衞，即係阿 JJ 同唔係文西啊，係 JJ 打嘅個位置。文西最適合佢打小前鋒。控球後衞，你嘅控球能力有幾強？我希望你諗一諗就係、所有控球嘅能力。唔係拍住個波可以插花，可以有好多好快速嘅運球，唔係嗰樣嘢，完全唔係嗰樣嘢。因為波更加重要就係、當有個人壓住你嘅時候，有個人釘住你，釘到你好緊嘅時候，你仍然睇到你嘅隊友喺邊。呢、個能力，呢一隊波裏邊冇一個人有嘅，暫時間我見唔睇到邊個有呢個能力。當人壓住你嘅時候，你點樣去組織攻勢？喂，唔係冇人 mark 你嘅時候，企喺度面對面咁望住個半場去組織攻勢，梗係而家我都識啦，係人都識啦，係都做到啦。係當有個人 mark 你，佢隨時要偷你波嘅時候，喺呢個環境咁緊迫嘅情況底下，你點樣組織攻勢？你諗下呢個幾困難，但係比賽就係咁。一個好嘅控球後衞就係要做到呢樣嘢。如果你打控球後衞嘅話，最重要嘅條件就係除咗控球之外，你要策動隊友。你點樣去利用唔同隊友去走位咧？係嘛？你個球賽能力有幾多咧？咪就係、你過咗第一個球員嘅時候，你過咗第一個防守球員嘅時候，咁面對其他防守球員你點算？係嘛？你嘅腦裏邊應該係成個 picture 係有晒嘅，即係我過咗第一個防守球員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個球員會點樣做？我係要預計晒嘅，我先至可以連隨策動所有嘅人。否則嘅話，你做唔到控球後衞。好啦，如果做一個得分後衞，得分後衞一定要善射啦。你嘅射術唔差嘅，雖然你個方係唔啱嘅，你個方係唔正確嘅，你射波嘅方。有問題其實就唔大問題嘅。如果你做到個方係每次都一樣嘅，就算你唔正確都冇所謂，只會睇入球與唔入球嘅啫。但係問題就係一個唔正確嘅方，你就會好唔穩定。咁呢個係問題。你出手係唔穩定，你睇翻你自己射波嗰條片，你嘅出手係怪。你嘅出手係怪，當然你有兩個選擇，一係你改係要花好多時間，亦都未必改到。第二就係你要令佢穩定，你出手係怪唔緊要，你令佢穩定，每次都係咁怪佢，每次都係咁樣出手得嘅。我只係睇結果嘅啫。拍段片就話俾你聽，你嘅姿勢同其他隊員嘅姿勢有咩唔同？有啲隊員嘅姿勢射得好靚，有啲隊員嘅姿勢射得唔好㗎。不過佢次次都入啫嘛，係嘛？肥基好穩定嘅，佢每次個方都係咁。我唔夠話佢射得好好，但係佢每次都入嘅，個準程度好高。你未有嗰個，未曾去到嗰個準程度，有嗰個穩定性。上次我睇你做 pick and roll 嘅時候，你個 sense 係好強嘅。你打 pick and roll 係好 smart 嘅一個，其中一個有幾個球員打 pick and roll， 我睇到佢哋係諗緊嘢嘅，係諗方點拆嘅。你係其中一個，你做得好好嘅。你善於睇對方個企位，點樣用佢哋企錯位，呢樣嘢最高。呢樣嘢係呢隊波裏邊唔多球員有嘅，你係其中一個有。
咁我希望你善於利用呢樣嘢，同埋就係你嘅防守係出色嘅。好少 coach 會睇呢樣嘢，但係我睇到呢樣嘢好好嘅。你嘅防守係強，你嘅防守係好勤力嘅防守。基本上防守係講勤力，因為你有足夠體能，所以你可能你可以用呢一樣嘢去做。咁唔係個個都有呢樣嘢嘅，咁呢個係你強項。喺隊波裏邊，我希望你做到咩角色？我希望你可以成為1號或者2號嘅球員，即係話你嘅控球能力啦，你嘅突破能力，你突破能力係強嘅，突破能力強，但係你嘅傳球能力係唔足。即係話我突破第一個嘅時候，我點樣去組織第二個進攻咧？我點樣利用隊友咧？呢個閱讀能力你係未有待改善咧。我話你未係最 top 嘅。另外就係中距離。你善於鏟籃，你善於射3分，但係除咗呢樣嘢，中距離兩樣嘢都係難嘅。籃底好多人3分唔射，中距離你唔需要練啲背籃啊嗰啲，你唔會成日用嘅。但係譬如一飛一過即刻射波，帶左帶右一步射波，你會係好有把握。呢個其實你最多時候有機會做嘅，但係我好明顯見到你係冇刻意練呢啲嘢，你練3分啦，練嗰啲係重要，但係唔好忽視咗中距離嗰個重要性，同埋對球場嘅了解，對隊友嘅了解。你打上面嗰個2號同3號位，你係策動嗰個人嚟嘅，其實你對成個進攻嘅了解啦。你好清楚每個人嚟做乜，走位係點樣，點配合咧？呢樣嘢都係你睇一睇Uncle Joe 打波，佢嘅技術啦，佢嘅射術啦，同埋佢點樣突破啦，呢啲係你可以學。